这今仔日的本土病例78例，连续2天单日确诊的病例数拢降落来100例以下。疫情虽然得到控制，但是台北农产运销公司爆发群聚的感染，是互各县市唔敢大意。若拄到回莫德纳疫苗，中央当时要来配发。7月初1要扩大来注射的族群，要开放第7甲第8类的人员嘛会当注。这个第7类甲第8类是包括倒一寡族群呢？来听指挥官陈时中详细的说明。我们今天的确诊的病例数那本土的病例78例那境外移入的是1例，那死亡的案例是6例。那整体的累计的个案数12806人那解除隔离的现在有8087人，那百分比解隔离的百分比现在到了63.2%。那住院的病人现在也相对的持续的往下低。那整体的确定的病例新北市43例，台北市25例，南投3例，基隆2例那剩下是苗栗、彰化、桃园、台中、新竹各1例。那可以说现在还是在高风险区域，还是在新北市跟台北市那其他都相对的零星的个案。那整体的个案现在是维持在比较低维持在比较低。那今天比较好的消息就是说相对死亡的个案现在比较少。当然这个每一个这生命我们都觉得很惋惜那不过这个案子少这也是代表着整体的医疗上面的控制相对的稳定相对的稳定。那目前根据我们那个等于是检验封签的一个时序那应该是可以从7月1日起来配送相关的疫苗。那在这个相关的第7类的第7类，我们现在就是会有几个接种的对象。第一个是考试的工作人员包含大学联考大学的考试那幼儿园、国小安亲班的教育人员，那军人及军事国安文职的人员，那各类批发市场工作的第一线人员，那国家关键设施必要之工作人员包含高铁、台铁、油电、油气、水电、通讯等基础设施的人员。那再过来是媒体第一线采访的工作人员，那全国第一线的邮物处理人员，那北基桃计程车司机、外送员、国道客运司机、货运司机等，那北基桃传统市场的合法摊商，那维持科学园区运作防疫工作人员。托育人员及托育机构早疗托育机构等专业的人员，还有双北的保姆，那户役政系统的机房人员，那第一线处理大体的工作人员那矫正机关的工作人员。这里面包含了前面几项是属于第7类的那我们现在把第1类第一线处理大体的工作人员列在第2类，矫正机关工作的人员我们列在第5类。